正道题目是未成满足的性命，请郑牧师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要守圣餐，我伫礼拜中间为咱祈祷，也愿咱伫今仔日在领圣餐的时阵，咱捧起咱即个圣餐的杯，咱甲咱的上帝讲：主啊，求你填满我生命的杯。这足重要的祈祷。当你捧着圣餐的杯时，你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求你填满我生命的杯。当你摕到即个饼的时，你甲上帝讨，祝福我有一个满足的人生，祝福我有满足的人生。满足的人生对咱的一生有足大的影响。兄弟，静静想，静静来听圣神所要甲咱讲圣经的话。一个真正伫圣神的内底得把足的基督徒，伊要知影即个世间无任何事比上帝的主爱更较宝贝。愿天父上帝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即种的满足日日加添互咱，直到咱伫上帝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感谢你真够额！主啊，我感谢你真够额！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当阮伫失败的时，你来到世间；主，当阮伫失志软弱的时，你来到阮的身边。主，当阮枵过的时，你用你的活水泉来润泽阮的喙唇，互阮无搁再枵甲喙焦。主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除了听上帝你宝贝应允的话，阮嘛要领受圣神以及阮主耶稣基督所享受阮活命的杯。阮要恳求天父上帝，今仔日的礼拜是人甲你同坐倒，伫你至圣所的内底领受对天人来你的疼的满足，你的圣神的充满，你圣经活命的话的养赐。主啊，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阮就静静坐伫主耶稣基督的身边，来领受你对天人来所享受阮满足的喜乐。阮伫你的面前，用脚步的心来恳求你讲：主啊，求你因为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互我得到帮助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来试看主恩典的滋味。基督徒伫一生咧学习这个信仰，追求这个真理，最重要就是真正经历到这个信仰的滋味。咱若敢若要靠听讲道，咱的念头真容易受搅扰，因为这个世间的声音常常是甲上帝无共款的声。独只有真正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的生命每一个角落拢得到充满，咱才会当无怨无悔伫上帝的面前讲：主啊，你实在真好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我无爱真做一个敢若听讲道的基督徒，我要真正伫我的人生的中间，完完全全互主你的疼来赎回。主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真做一个经历着上帝的基督徒。当我经历着你的丰盛了后，我的生命、我的观念、我的眼光，拢要完全无共款。今仔日的圣经，无论是旧约的圣经、新约的圣经，以及金句，拢环绕伫这个满足、这个字眼做主题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对你家己的人生犹阁感觉无够圆满意，兄弟姊妹，捧起你生命的杯，捧起你生命的杯，独只有上帝向上帝开嘴。咱的教会34年来，咱有一个真要紧的态度。我毋知咱的中级要有将这句话放伫咱的心内，只向上帝开口，不向人开口。这间教会会改变咱的人生的帮助，是对来。点使咱感觉人的帮助真重要。在所听兄弟姊妹，恁感觉上帝听敢有比人的帮助更较重要？
真诶啊是假。愿咱建立这种诶信心伫上帝诶面前，咱甲主祷。这嘛就是今仔日，身为一个讲道者，徛伫恁诶面前，要将上帝话读互咱听诶时，我为着咱诶祈祷，求天父上帝亲自来满足咱心内诶创伤。因为主耶稣讲，心内创伤诶人有福气。有啥物福气咧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诶圣经讲，咱诶上帝就是一个互人得到满足诶上帝，毋是干那伫咱诶教会。伫几千年来，所有上帝所拣选诶工人，拢因为认捌上帝，所以因甘愿放落荣华富贵，离开安稳诶家族，离开因原来荣耀诶社会地位，因甘愿去上颂享诶所在。圣经讲，为福音而贫穷。愿意学习耶稣基督，将伊丰富的活命，互伊身边的人来得到祝福。愿主帮助咱，为着将来伊的国度，为着伊家己的计划，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伫伊的帮助的中间，咱得到勇气、勇壮、重大成人。今仔日的圣经旧约的诗篇，就亲像今仔日圣歌最所吟的诗歌。上帝所留予我地是在伫真水的所在，伊互我心欢喜、心快乐、肉体安宁徛起。伊无互我拄着休难，伊互我有满足的欢喜，有永远的快乐。即句话是咧讲起一个完美、完全、无遗憾、无欠缺、满足的人生。独独一个真正看过眼界、受拍开的人。伊才知影，即个世间的水，无任何水会当赢过上帝家己的荣耀。伊才知影上帝所予咱的人生即种的滋味，毋是即个世间的假清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即个礼拜中间，兄弟姊妹用恭敬的心，什么人会当对上帝的手中来得到帮助呢？今仔日伫结论的中间，我要甲咱讲4项。祈祷的态度，第一个就是咱要有恭敬脚步。咱若无脚步，咱若无明白，这个上帝是什么种的上帝？那安尼，咱就亲像青迷的人伫黑暗暝中间，四界望四界行，但是无拄拄找到咱生命的方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，这是咱礼拜中的祈祷。咱要向天、向咱的上帝举起咱的双手，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伫这个世间中间的追找的幸福，并无法度满足我。但是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真实的满足，就亲像今仔诗篇16篇第10节，上帝将满足的喜乐，享受互所听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毋是干那你。到恁会行行顺顺，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将这句话记起来。因为上帝将人生的道路指示予咱，上帝伫伊的面前享受满足的欢喜，永远的快乐。愿至圣的上帝伊所备办的，也就是保罗所讲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，是超出所求所想。所以今仔日的圣餐，毋是干那食这个葡萄汁。食这个无甲饼，所听兄弟姊妹，耶稣咧邀请咱伫今仔日的圣餐，搁一摆，恭敬捧这个杯，真心中将你的杯捧起来。虽然今仔日咱的中集有为咱备办这个圣餐的葡萄汁，但是咱要啉的超过这个葡萄汁。当咱捧起这个圣餐的杯时，会记得咱甲上帝祷告：主啊，填满我，填满我，填满我。主，这个杯是满出来的杯，这个杯是福杯，这个杯是真理甲活命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。今仔这个新约约翰福音，伫约翰福音的第4章中间，耶稣讲，这句话，这个故事，咱应该要会记得，就是耶稣对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伫雅各的水井一边啊，耶稣甲伊谈道，
耶稣因为怜悯这个负责人，耶稣要来改变这个人，所以耶稣伫遐等伊。然后耶稣用真亲切的聊天，甲这个负责人建立生命的关系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伊代替上帝，将这个查某囝带倒转到上帝的怀抱。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啉这个雅各水井的水，你要搁再喙干，独到你啉我所予你的水，就要永远袂喙干。”所听兄弟姐妹，这个水代表什么？咱早经，咱做礼拜，咱做基督徒灵修，咱读遐尼做的圣经。耶稣讲，这个水，既然啉的人就无搁再会喙干，因为伊要对内面亲像一口活活的水井冲出来，到永永远远。这是活命的水。但是这内底咧讲起圣经中间，互人得到把握的3项物件。第一就是圣神，上帝的圣神就亲像活水江河。第二，伊咧讲起上帝的疼，亲像天顶的雨水降落。上帝的疼要满足每一个孤单、失志、心内丧丧的人。第三，圣经讲人咬喙干，毋是因为无饼通食、无水通啉，乃是因为无上帝的话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咱伫上帝面前澎湃的事，咱毋通袂记咧。伫咱生命中间3项上重要的代志：第一，就是认捌上帝的话；第二，就是互上帝的疼来怜悯咱；第三，就是互圣神亲像活水江河运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。所以，请听主耶稣所讲的话，伊讲我所想事的活水，要伫恁的内面亲像水泉，直到永远活，直到永远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愿天父上帝，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一个无欠过的人生，独独只有向上帝开嘴，毋是向人开嘴；独独只有我靠上帝，毋是我靠车，我靠马，我靠这个世间内底有关系的人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虽然孤单一个人，但是为着真理，咱嘛要勇敢来向前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祈祷，嘛就是一个领受，嘛就是一个甲主耶稣搁一摆做伙坐倒。咱静静倒伫主耶稣基督的身边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感谢你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主求你养赐我，互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人生。受满足的人生真重要。一个真正有听充满的囡仔，伊长大以后，伊的人生会真正向。一个真正伫灵的内底、属灵的活命内底，要得到把握的这个人，伊袂贪心。一个真正有属灵满足的人，伊的生命中间就无搁再亲像乞食，永远的伸手，较济都无够。被满足的人生真重要。袂捌互主的听蒙着的人，袂捌互主的活命满足的人，真困难，真做一个心甘情愿去服侍人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长大成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过圣神，通过圣经，通过主耶稣基督，这份圣洁个完全的听，互咱深深明白知影，是物个是什么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的周报30几年来，将咱的教会的特色写伫周报的中间。这堂教会其他以前就心中的教会，但是迄是牧师家己咧一厢情愿的想法嘛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这敢是干那牧师家己一厢情愿讲，阮的教会要成做一个没有围墙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恳求天父上帝，照伊家己的心意，
帮助咱，互咱真侪上帝手中五块饼两尾鱼，是小小的教会，五块饼两尾鱼，但是伊要真做一个荣耀的记号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首先得到把奖。咱若得到把奖，咱才我都亲像代表讲，我要手捧救恩的杯。咱独只有真正认捌担着福音的滋味，咱才会当真正遮尔慷慨，家伫人的面前讲，我要手捧上帝救恩的杯，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求主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金句内底咧讲起哥林多后书8章，伊咧讲起一间教会，伊的名叫做马其顿。这个教会伫圣经中间被记载，伊最大的理由就是伊足特别。哥林多教会是一间足大间的教会，但是你甲看，保罗专心写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，和哥林多教会。但是马其顿教会写伫哥林多这张批页内底，有一个隐藏足特别的理由，伊是咧对比马其顿教会甲哥林多教会也无共款。今仔日我无要讲哥林多教会伊的缺点甲伊的软项，但是马其顿教会的名写伫这张批页内底，就是咧提醒哥林多教会内底的人。这间教会的中级牧师，互因知影讲，恁都爱去学习。马其顿的教会虽然送香，但是因慷慨。这种的慷慨，毋是因家己的，这是上帝的恩赐。大概这两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上帝将马其顿教会的恩赐，今仔日嘛要赏赐互哥林多教会。在这个世间有真侪教会，但是在这个世间，所有的教会拢还阁无完全，拢要咧学习怎样真侪互主欢喜的教会。我阁讲一摆，这个世间无完全的教会，但是所有的教会拢彼此学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听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，就是伫患难中极其颂香，犹阁特别有大的好心，大的好心就是慷慨。伊讲马其顿的教会虽然伫患难中颂香，受试炼，但是欢欢喜喜。这就是保罗看到足宝贝这个教会特别的属灵的特质。这嘛就是保罗讲。亲像耶稣基督为着福音来变颂香，耶稣是一个丰盛的牧者，但是将伊所有的丰盛拢倒互所有的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。愿上帝将这个满足的生命放伫咱共同，名叫做德堂教会的咱，也愿咱被纪念有一日，设使咱有好所行。愿咱就亲像马其顿教会，互人纪念讲，因虽然极其颂香，但是有满足的喜乐，欢喜互人的心情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马其顿教会这个名写伫哥林多书内底，介简单来讲，就是两间教会互相伫信仰的内底受劝勉，互相学习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一个受满足的画面会变作慷慨，无计较，以明白施比受有福。但是一个也未完全脱胎换骨，也未真正上帝的丰盛充满时，迄个信心也阁是有限。来用咱的俗语讲，道财也未长啦。有真侪少年人。伫一生中间对士大人，咱叫做啃老族，永远都无法度勇敢踏出伊的脚步，为着家己的人生去征战、去流汗、去努力。求主怜悯咱，今仔日
愿上帝予咱的，毋是责备的话，是一个鼓励的话。咱甲主讲，主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伫即间教会忠诚的事，我会记得即间教会就是上帝。你亲自甲我讲，来对我，多多对上帝开喙，毋是对人开喙。主帮助咱，互咱对饱足的人生、满足的人生，咱读，咱会了解；咱听，咱会明白。圣经讲，为福音而贫穷。有时我咧感觉讲，是毋是我讲的话是有问题？表达的是毋是有无够样？我有时会感觉讲，做一个牧师亲像伫一个黑暗的房间，双手踮遐飞来飞去，所讲的话自圆其说。我相信毋是，但是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，互咱的兄弟姊妹毋免听牧师的话，咱恭敬欢喜听上帝甲圣经的话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的生命来得到养赐。主帮助咱，兄弟，咱同心祈祷。互上帝帮助。今仔日个礼拜第一个，我要甲咱兄弟姊妹提醒，无你看路明仔载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。因为恁的天父上帝，咱的天父上帝知。因为主耶稣讲，迄是外邦人所得救的。咱的上帝知影咱的轻重，咱的上帝知影咱心内看路，咱的上帝知影咱的需要。求主怜悯帮助咱。圣经早就甲咱应允，伊讲你要伫上帝的圣殿的内底来得到饱足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对今仔日开始，咱行这条人生信仰的道路是一个享受。行这条人生的道路是一个享受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今日我要甲咱做两个第二个祈祷，就是问上帝讲：主啊，当我的生命互你的神满足了后，我的生命会怎样？一个真正互上帝的圣神充满、得到饱足的人，伊要认捌上帝的丰盛。主耶稣讲：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保罗讲：主耶稣就是这个丰盛的奥妙。哥罗西书第2章。第1节到第10节，伫这个所在，保罗讲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手中一切的丰盛，特别是第9节、第10节。哥罗西书第2章第9节、第10节，伊讲主耶稣就是上帝手中一切的丰盛，所有的物件、所有的代志，拢伫主耶稣基督的手中。关键仔日所引读的这个圣经，会通吸引兄弟姊妹对心中有一个渴望，讲我要倒去。定心甲牧师今仔日讲道中间分享的这段圣经，我要更加认真用祈祷的心来思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牧师讲到保罗咧分享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一切的丰盛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明白保罗所讲，独独主耶稣，除了以外无别条路；独独主耶稣，除了伊以外无想事别的救主；独独主耶稣是我生命的源头；独独伊是我的上帝。这就是为什么咱的教会伫宣告、咱的宣教宣言的中间第一句话讲：这间教会是上帝掌管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那安尼一切丰富是什么？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敢得到啊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有一个机会，当咱碰到这个圣餐的杯时，亲爱的姊妹，为着你家己祈祷。你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填满我，填满我，
互我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我谈着即个杯的滋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对上帝来得到一个圣神所互咱属灵的智慧。当圣神充满伫保罗的生命中间，保罗的生命全然180度无共款的改变。伊讲：前我看做荣华富贵，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看伊做笨拙。这句话毋是一个形容词，这句话是一个最要紧的属灵的智慧。天甲地，就亲像以赛亚书55章，上帝讲：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，我的意念悬过恁的意念，亲像天怎样悬过这个地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甲主祷讲：主你所予保罗的，我嘛需要。求天父上帝开咱的囡仔，因的目睭甲眼界，互咱知影咱伫人生中间所追求的是甚么。保罗伫哥林多书的后书，咱拄则读的迄个金句是第八章。伫第8章的头前第6章的中间，保罗讲到一段足趣味的话。伊讲：看似贫穷，却是富足；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；看似软弱，却是刚强。伊伫遐失败，伊讲到似乎跟确实。伫即个话的对照的中间咧讲起，人的眼光会无共款。有时咱看是安尼，但是似是而非，确实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句话最重要咧讲的就是什么是一个完全的智慧、属灵的眼光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，互咱成做一个做伙追求生命的一个大家庭。咱每一个人拢做伙成做同学，咱拢成做同学，咱做伙来追求上帝手中所予咱真正这种伊的画面。所以伫这个圣经特别是到最后要结束第6章，这个保罗所讲这个7项，似乎忧愁却是快乐，似乎贫穷却是叫人富足，却是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我用这段话来提醒兄弟姊妹，有时咱看做对的，无一定是对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独只有上帝的话是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所以保罗伫伊的批的内底讲：我以前讲话亲像囡仔，但是长大成人了后，就将以前的观念改淡掉。伊讲像这个字就是似乎，拄则咱读的迄个第6章内底迄个似乎共一字，伊原文叫做好事，咱学会迄个好事，迄个读音是叫做好事，好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学习改变咱的生命，改变咱的想法，改变咱的观念。求主怜悯咱，互咱的教会亲像马其顿教会，互咱对哥林多教会行到马其顿教会，互咱了解伫天灵亲像伫地灵，上帝的国度，天顶的国度要赢过地上的国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第二，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我要甲兄弟姊妹来学习，我嘛要甲咱提供4个态度，互咱做参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伫今仔咱礼拜中间，如果恁有一个感动，恁问牧师、问上帝讲：我要怎样我的生命才会当真做丰盛佮满足呢？就是希洛不用伊的阿嬷伫伊70通会时写一张批予上帝。伊伫伊个遗嘱的批内底最后一句话，伊感谢上帝赏赐伊一份 full and interesting life， 是一个充足、满足、佮充满滋味的人生。伊伫写迄个遗嘱的最后，伊感谢上帝。伫最后一句，伊讲：主，我感谢你，赏赐我的人生是一个满足的人生。我真欣赏阿嬷属灵的智慧，
我嘛用伊的祈祷做我的祈祷。我求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所亲爱的兄弟姊妹。愿上帝赏赐恁，伫恁的生命中间，因为认捌耶稣基督。上帝亲自甲咱陪伴，好唔好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伸出双手。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主日，咱咧守圣餐的时，拢捧出双手，敬虔甲上帝讨。我要讲四项的祈祷，伫这个中间。第一，就是上帝伫咱的祈祷的中间，伊要互咱加添做做。富足的人生毋是停止，富足的人生是开始。对这个开始中间不断，所以耶稣讲：既然啉我的水的人，就要亲像活水泉，伫伊的生命中间有一口井，这个泉源要亲像冲出来，迄叫做多加。耶稣伫伊的教示中间有一解，伊讲一个譬喻，叫做亚精子的譬喻。伫这个譬喻中间，稳重一句真宝贝的话。伊讲：既然有的人要搁加添互伊，叫伊有剩；既然无的人，连伊所有的嘛要甲伊摕起来。意思就是讲，有心的人，上帝要搁较济祝福伊；无心的人，连伊上帝本来已经交互伊的恩赐，上帝嘛要甲伊收回。我用这句话来形容今仔日咱的祈祷。富足的人生是一个不断。就亲像迄个圣餐的杯，伊咧停的时，直咧满。虽然你停满，伊迄个水对外面直咧流出去，直咧流出去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什么叫做凡有的？伫耶稣咧讲也这样的譬如，这个中间讲，既然有的人，意思就是今仔日咱圣经诗篇16篇内底第8节，伊讲我敬奉耶和华。我期待伫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伊，迄句话，既然有的意思，就是心内敬畏上帝的人。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听到今仔日圣经以及圣神所予咱生命的真光。敬奉耶和华的人，就是愿意认真遵守上帝的话的人，也愿意互上帝的话真侪咱的观念。真侪咱的主张的人，愿天父上帝帮咱。所以我要讲到4项，我无要用真侪解说，但是我甲咱兄弟姊妹先甲恁分享这4个真要紧，咱要得到人生改变的4项真要紧的态度。第一，爱靠无上帝，爱认真。这个信仰毋是爱来就来，凊彩，爱靠无上帝。第二，爱有。这个杯啊，若要得上帝的物件，这个杯上好是安那？该洗好清气倒掉，完完全全是空的，这叫做虚极，将家己拨一边，听候上帝。第三，就是要啉清气的水，爱摕清气的杯啊来滴。第四，主耶稣讲：既然恁奉我的名祈祷，天顶的天父上帝就照安尼成就。我用这4项，我无要搁较济解说，但是我留落今仔日分享以及周报。咱若愿意的人，咱会当继续伫咱将来的日子来思考这4项。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填满我的心，我应该爱有心中的态度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求天父上帝填满我生命的杯，求天父上帝填满我生命的杯，求天父上帝填满我生命的杯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